当个打开了不都嘞？那上讲学娃用多难音嘛？当个打开了白面嘞，白面来得嘞。不要表演，无人学欧洲的来得。你要等个了不都嘞？啊，这里可能谁说要打开了来得的嘛？你要等个了呗？你用啥了不都嘞？谁说要来得嘛？你对我用啥开了呗？当为用啥了不都嘞？谁说要来得嘛？老开了呗？当然少。谁打的嘛少，一趟人跑，把这队票比他不都对嘞？没劲呢，俺那嘞没弄破队为哩。该比如个专门就得科目判例，别比到俺那么多钱呢，个别家不吃了差表没？俺们是把人给他不会了，没加入那趟些屋里个钱包比，没弄把队考察的，专单位灭剿灭，那样的现在呢这样的啦，公安为开封啥的车，啊刚会他的比两队变等比，比如个为嘛吹下茶路下来说他妈的。刚上说了，这考虑路进路没有，安那线路没进有，拍摄路没有没有，哪些路没也是有，跟老皮他表来我们年纪比判例的也肯定嘛，对前年利用时间，你的这路票没路也路也没差。刚上说了，比如个没得差，上那两的13，比如办的考没啥，比如那个用机，比如的这个么，啊考那上的是越高位，比如个节油，比如个超看的没数目。跑边的路如果交标进来，快航路找目标，快来空路碰不到了么？空刷路没讲的，碰不说的活动啊面积，被别人为什么你要有这边多边？该我这边子可减少刚上没定，杭州的别去，一度的对阵嘛的，常常的刚上的没数，不过为对标了么？现在人来的，我也比多这边多边，这样没归成浪用文化。